家好，我係 Master 孫，今日同大家講下12生肖2026年嘅桃花運同埋家庭運勢。屬牛嘅你，牛今年嘅單身者，今年咧一定要把握喺農曆5月份嘅讀書會，或者咧喺9月份嘅家庭聚會，因為你腳踏實地嘅呢種作風咧，會吸引好多成熟嘅對象噶。已婚嘅牛咧，農曆嘅8月份咧，有利於置業同埋搬遷嘅。一定要做好財務共同商量嘅一種管理能力啊！想增強婚姻運或者係住宅運嘅咧，可以請一啲黃玉嘅水晶啊，黃玉嘅水晶穩財運，催夫妻恩愛。咁而單身嘅你，如果都想趨吉避凶嘅話咧，可以將佢擺喺你嘅床頭，助你嘅姻緣運啊！大家仲想多啲知道咩運勢咧？隨時隨刻喺評論區同我講，記得點關注。我會同大家分享更多嘅家庭同埋婚姻嘅和諧小妙招。